断片。可是他的头颈部位没有伤口啊。弹片是从锁骨部位打入的，人体密度组织不一样，弹片会从密度大的地方慢慢移向密度小的地方，最后到达颈部。某一天划破颈动脉，大出血。锁骨上的伤口看上去愈合很久了。这个弹片应该是很久远了。所以说，这个老太太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这躺的是刘美兰吗？你谁啊？你不能动这个，你干嘛呀？你不能动这个。你别跑！来人啊！站住！你没事吧？你干嘛偷遗体啊？你没事着吧？啊？经警方核实，公园往生者的身份确定了，名叫刘美兰，抗战时是一名随军慰安妇受害者。那晚来殡仪馆偷运遗体的老人，就是刘美兰当时生下的孩子。当初村里对我们非常照顾，经常派人来慰问帮助我们。但我知道，我娘的那段经历一直过不去。后来我在城里定了居，就把我娘接了出来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但我娘说，她不想静下来，一静下来就想起以前的事儿，还是会做些虎头鞋、虎头帽之类的，自己摆地摊儿。春节期间我生病住院了，等出院了，我娘就不见了，我怎么找也找不着，我怕她出事儿，怕别人知道她的过去，知道我。我也怕一把火把它烧没了。我想带我娘回家。啊，这是我娘留下的一把砍刀，她每次睡觉都会压到枕头底下，一做噩梦就拿出它来乱舞。军官同志，您看看吧，这是我娘留下的，一切就按她说的办。好。遗嘱，等我死了，把我爸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
你在干嘛？哦，我们不是要主持刘美兰的告别仪式吗？现在在查关于慰安妇历史的功课。这也是他吗？他亲戚也带回了村里的第一台照相机，给了他拍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。那时候他才15岁，你看他笑得多好，多舒心啊！这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真正自由，能做自己主人的日子。根据有关部门的消息，桥洞女尸的身份已经确定，今日将在士兵仪馆为刘美兰举行公开的告别仪式，向所有市民朋友们开放。
躺在这里的这名往生者，名叫刘美兰。这一次，她要用自己这具不那么完美的遗体，去完成她最后的诉说。1942年，年仅15岁的刘美兰被日本军抓走，做了。接下来，请各位向往生者刘美兰女士